今個星期嘅 A-League 最精彩，澳洲聯賽常規賽就排住隊出場啦。先由呢一場啦，10月4號星期一，悉尼對住阿德萊德聯開始。呢一場屬於第9週嘅常規賽。上屆嘅雙料冠軍，但係今屆悉尼仍然未開齋之下，仲係排榜尾位置。但係好彩，黑色波衫嘅阿德萊德聯馬上送個12碼俾你，調轉槍頭廢飛，犯規攞埋黃牌，更加輸埋12碼。於是悉尼交俾保斯基入波，操刀12碼成功之下，佢哋主場領先1-0。有冇機會悉尼可以正式開齋贏波全取3分呢？但係下半場嘅自己防守犯錯，令到阿德萊德聯就可以單騎直進，一路斜咳再擺橫，原來造就沙倫高爾係整個烏龍波啊！咁樣悉尼咧就叫被阿德萊德聯追成平手啦。仲要係行開衰運都係確係打到褪㗎，又係輪到對方嘅阿德萊德聯右邊傳送，俾埋嚟中間揾埋南西射個網頂波，阿德萊德聯能夠反勝悉尼。歷嚟第一次嘅墨爾本同市打比喺10月8號星期五啦，有呢一場墨爾本紅心主場迎戰墨爾本勝利。實在兩支球隊啦，今屆都係共用 AAMI 公園。呢一場掛名主場係屬於紅白間條衫嘅紅心隊啦。話晒叫第一次嘅正式墨爾本同市打比，新加入 A-League 嘅墨爾本紅心，果然啦，右邊傳送立即用頭槌幫手，艾萊斯。當日嘅悉尼前鋒，而家就紅心嘅主力，頂到1-0。人人以為香蘭迪斯係開罰球，點知梅斯卡偷雞得手，造就卡魯斯入攝，立即就追翻1-1。但係入波就點知兩球啊！去到下半場又係紅白衫嘅墨爾本紅心啦。左邊傳送有人射得啱好，揾到迪拉幫手，紅心能夠擊敗強隊嘅墨爾本勝利，贏到第一場嘅墨爾本同市打比。一口氣睇完兩場嘅週中快車之後啦，開始翻第10週嘅澳洲聯賽常規賽啦。唞完個國際賽檔期，翻嚟呢一場咧正式嘅常規賽開波。先有咧新西蘭嘅威靈頓鳳凰主場遇上墨爾本紅心。紅心就啱啱喺國際賽前嘅檔期啦，能夠打比戰擊敗到墨爾本勝利啦。今場就穿起白衫紅色斜間，成個風紀代表啦。但係話就話係球場上風紀，但係踢落上面就冇乜紀律啦。由於係對方立即入波嘛。一下直線嚟自文尼梅斯卡嘅傳送，多謝埋加連拿出，立即幫新西蘭嘅威靈頓鳳凰咧就主場領先啦。後上跑贏對手，仲可以選擇角度慢慢趟入。6分鐘時候咧已經揸住順境優勢。紅心教練就雲斯捷，以往都係前荷蘭國腳啦，80年代。的確呢場比賽都算係快打快嘅，落後之後嘅紅心。單騎直進落到底線㗎，球證話有12碼喎。6分鐘落後，跟住喺14分鐘立即可以搏到個前場機會啦。咁至少一路加速之下都最終逼到文尼梅斯卡犯規。薩哈拉搏翻嚟嘅12碼，交俾老將艾萊斯幫手啊！14分鐘就追翻1-1。連續艾萊斯啦喺對之前嘅打比戰入波啊，同埋呢一場嘅12碼。雖然今屆身形就好似更加大隻咗，但係總算用12碼幫手啊，幫到紅心追翻1-1。赫伯教練希望球員係冷靜啲，但係勝在鳳凰機會多嘅。今次嗌翻左邊嘅貝圖斯啊，面對就頭先搏到12碼薩哈拉，俾中間揾頭槌㗎，可惜未中框嘅。又係嚟自鳳凰機會，貝圖斯係打兩翼都得嘅，揾埋中間已經係烏低身頂㗎啦，向翻上角啱未中框。今次嚟自艾菲爾嘅頭槌，但係勝在雲斯捷教練都望到，經常紅心好多個機會嘅。禁區前後入攝到話初前褪後，仲可以托埋遠處入，咁樣去到咧係2-1。落後得早，靠埋麥湯遜入波呢刻係反超前2-1。話晒今屆紅心咧就叫新加入澳洲聯賽球會，咁固然全部嘅班底都係嚟自其他嘅友好球會啊。麥湯遜就以往紐卡素噴射機嘅隊長，咁初前褪後避開對方嘅薛蒙特呢下都相當乖巧。開頭以為車咳唔係啊，原來踩後呢下
究竟係瀟灑定係論盡？但係唔好理，勝在係入波而回啊嘛。下半場輪翻係落後嘅鳳凰啦，角球嘅揾到頭槌㗎啦，過到門將㗎，但係有人包到白界，都諗住係過到紅心門將嘅奇連保頓㗎啦，保頓就打甩咗㗎啦。但係仲有嘅兄弟幫手啊，麥湯遜啊，頭先入波，今次係幫手包空門。但係下半場都幾多嚟自鳳凰機會，又係解唔晒圍，射多下，亦都係省中人。再嚟第三下，後爭等埋後面射得啊，貝圖斯，咦，門將好似企錯位喎。咁樣下半場14分鐘就追翻2-2。威靈頓喺新西蘭就叫做風之城，係咪叫做大風關係令到個波個球速改變咗咧嚇？固然啦，望到球員波衫啲袖咧，都知道風勢幾大嘅，射波都幾奇怪嘅走勢嘅，無端端叫曲序，亦都似乎貝圖斯個波咧就唔似話省中人，咁但係令到咧對手門將嘅奇連保頓係好尷尬，個人就飛過龍㗎啦，但係個波向翻自己相反方向，就算呼低身都係拍唔到。又嚟，又係貝圖斯話考下個外彎波，今次總算係保頓拍走啦，奇連保頓。最終呢一次射波都未得之下，鳳凰同埋紅心呢一周打成2-2平手。布里斯班斯考繼續希望力爭個榜首位置，都唔想再俾呢就一哥嘅阿德萊德聯拋離㗎。呢周翻主場呢就遇上紐卡素噴射機，同樣打落個排名都係一頭一尾嘅對賽啦。斯考隊長呢就中場嘅麥基，教練上面呢就普斯迪哥魯。今屆總算係佢叫全權帶隊，即係有埋季前集訓嘅正式第一季啦。對手噴射機教練呢就班高古連拿，即澳洲國嘅古連拿爸爸。一開頭就望住咧係藍衫噴射機嘅機會啦。喂，做乜有人擺空門啊？喂，擺住個空門原來變成烏龍波。阿麥史密夫咧咁樣叫瞓身鏟入，又確係入得幾靚嘅。當時係18分鐘，斯考係自己烏龍，令到噴射機係作客領先。佢係快過門將嘅迪奧列托斯，但係當時迪奧列托斯係出咗㗎啦。佢自己係跣住落，就算有隊友想幫你解圍，都幫唔到太多啦。照計噴射機係領先緊㗎，但係班高古連拿都仲係唔算太過開心啫，可能覺得係烏龍波入就未算太開心住。咁之後攻勢大家一人一段啦，薩高域治入犯規加埋黃牌，確係掃腳嘅。俾到係落後嘅斯考罰球啦，踩定係第三腳射得，好彩噴射機有門將嘅賓堅尼地，大隻嘅門將咧幫噴射機係頂得住，又確係人牆有罅添。連隨角球都仲係斯考㗎，門將又係出錯晒，咁奇怪嘅就好彩兄弟多啫。白界前咧又係包住兩個，賓堅尼地係撻㗎啦，門前總算有人幫你，起碼艾列治又包翻個白界。普斯迪哥路都係同樣無奈嘅，望住球隊咁多攻勢，自己係輸一球烏龍波，而家仲未追平。打英格鬥遠處，有人射得，我又俾門將救到啊！咁啊，今次賓堅尼地救得靚啲。頭先出現角球係差，但係原來喺啲生波上嘅反應咧，呢位大隻都幾 OK。雖然藍衫上噴射機咧都連翻好多球員漏頂㗎啦，但係總算一球領先去到下半場。繼續嚟啦！上半場靠對面即係烏龍，下半場入整嚟靚啲得唔得啊？喂，未得住。遠射幫手光頭仔嘅薩高域治，啱啱拆中嗰個近處網側，往外側而出界。咁但係都嚇死斯考門將迪奧列托斯嘅。有嚟，今次係斯考遠射嘅向上角。賓堅尼地真係喺啲生波上嗰啲反應啊，左飛右撲，高飛低擋。生波上撲夠 OK， 反而接應角球出形嗰下咧，頭先打得好肉酸，嚇死啊！小心喎，普斯迪高路唔好挨太後啊！佢張凳咧係喐得嘅，隨時反凳。冇事冇事，繼續嚟，仲係斯考啦。落後嚟踢，吸完再擺，同樣係散中人。咁球證話角球啊！今場斯考咧有1萬位嘅主場球迷咧入場支持啦。角球如何？喂！內彎嘅有人搶點頭槌，咁啊呢下清脆啦，揾得打關鬥去連拿度。下半場嘅32分鐘追翻1-1，咁啊總算打翻平，起碼上半場嗰個麥斯密夫嘅烏龍波先啦。
連拿度就巴西人，但係最近就攞到澳洲護照，而家喺澳洲聯賽咧都唔計算做外援身份㗎啦。搶點幾靚嘅，又真係嗱，對面大隻門將嘅賓堅尼地咧，生波撲球 OK， 但係每次角球咧佢完全打得好肉酸，直係當咧對方係頂入之後啦，門將上面完全打空晒，打落對方嘅另一位球員嘅頭上面。呢刻比數1-1，又係禁區前後，作勢想射啦，哇！波底喎，都係思考機會。咁最終呢次都係全場最後一次嘅精彩鏡頭啦！思考同埋噴射機1-1打成平手。榜首1哥嘅阿德萊德聯，唔知係咪知道2哥思考呢一周失2分？換言之，就算自己和波的話咧，影響都唔算太大，仍然喺榜首位置咧有一定嘅分數距離。呢一周佢哋作客嚟到咧對住比萊堡帶領嘅黃金海岸聯。以兩邊教頭笑容上，的確意咧係作客嗰邊阿德萊德聯升教頭嘅古倫啦，今屆都笑得幾安樂㗎。上屆未上任之前呢，球隊係叫榜尾分子，未能夠晉身季後賽，咁但係今屆就可以長居個榜首位置啦。黑色波衫咧就作客嘅阿德萊德聯，右邊落左腳都射得，一開波嚟個快射喎，半分鐘未夠啫，考下對面啦，今次起腳咧就堅倫。平時睇慣黃金海岸聯啲主場咧，呢兩季都知道球會係算係富豪班主，咁但係入場人數喺主場上面確係麻麻，仲要呢場比賽又係捱打添。雖然黃金海岸聯而家嘅分數都咬住佢前3、4嘅位置啊，右邊傳送阿德萊德聯啦，過得門將手頂，總算有人幫你爆發，起碼叫頂手。居迪斯幫手啊，以往踢過曼聯嘅後衞。但早前都曾經試過係紅牌被逐嘅。一開波咧，望住阿德萊德聯都幾多個機會。第3次精華都仲係嚟自阿德萊德聯㗎。扎位掉頭等埋後上，第一個近處係撻嘅，唯有靠堅倫修正揾人射得個湯嘅，向住個遠處望住走㗎啦。球證話省眾人而出界，但望住南西呢下都幾好腳法。第一下就隊長嘅彭迪利斯係漏咗，再靠堅倫再比後上燙得就話省眾人，於是0-0去到下半場啦。紅軍嘅阿德萊德聯今場係着黑色波衫，由頭攻到落尾，去到下半場咧都仲係作客球隊阿德萊德聯機會，今次係雲迪克頂高咗。現場照計黃金海岸聯嗰班球迷入場數埋叫2300個觀眾啦，咁但係好多嘅空位情況出現啦，照計係曬太陽都 OK， 任揀座位。又確係向來黃金海岸聯主場氣氛咧就麻麻嘅。一個想解圍，一個向前走，結果係踢中咗祖爾博達，擲住界罰球交俾黃金海岸聯啦。哇，好似有啲人犯手球喎，但球證話冇事，截敵都係未得。祖爾博達又啄失咗，啄中個波底。不過慢鏡話你知，阿德萊德聯嘅雲迪克喂真係手球喎，唔使輸12碼，算你有運啦。結果阿德萊德聯同黃金海岸聯呢一周打成0-0平手。